係有好多影帝。C 朗同碧基1對1，碧基向 C 朗嗰邊鏟波，之後順勢倒地，球證即刻俾咗張黃牌碧基。但慢鏡一睇，原來碧基收咗腳，根本冇踩到 C 朗。碧基知道自己被扮嘢之後，就咁靜靜雞望住心虛到唔敢投嘅 C 朗。仲有卓古斯俾人明顯拍咗一下，即刻影帝上身，表情痛到不得了，成個身體扭曲晒。不過因為演技實在太誇張，連對面球員都睇唔過眼，直接冇攔住。大衛雷斯同對方球員拉扯嗰陣，俾人踢咗一腳，即時瞓低。佢隊友好嬲咁衝上前理論，結果對方真係拎咗張紅牌出場。不過最令人頂唔順嘅，都係布斯基斯同莫達嗰下。莫達喺防守嗰陣唔小心舉手碰到布斯基斯，點知布斯基斯仲要雙手掩面，碰到好似俾車撞親咁。莫達拎紅牌之後完全唔敢信，覺得超冤枉。但對面嘅布教授繼續淡定。真係冇人話我知世界盃原來咁多氣壓。話說聽日嘅美國 vs 巴拉圭，大家猜誰能贏？估中嘅話，我哋會喺留言區抽一個評論點讚最高嘅，送聖豐城420蚊嘅乳鴿套餐。快啲留言估波膽啦！